有話直說1分鐘。7月8號，廉政公署起訴3名涉嫌詐騙長者社區照顧服務券嘅人士，其中2名為私營護理機構經營者。涉事者通過虛報上門服務時數涉嫌詐騙，社署批出社區券津貼逾130萬蚊。呢個並非社區券首次捲入詐騙事件。舊年8月，廉署揭發一宗涉案金額高達1800萬元嘅社區券詐騙案件。涉案公司誘導長者家屬以掛名方式虛假入職，再虛報服務時數而實則根本冇提供上門服務，從而騙取政府津貼。接連發生嘅社區券詐騙事件，揭示出安老服務市場監管存在漏洞。近年嚟，政府不斷喺社區券上加大公帑投入，遺憾嘅係政府以真金白銀支援社會，居家安老嘅初心卻被別有用心者視作商機。通過唔同手段虛報服務時數騙取津貼之餘，亦都令嗰啲對上門服務有切實需求嘅長者無法享受應得嘅權益。面對16000名社區券使用者，政府冇可能實現逐戶逐條核查服務情況，因此引入一啲科技手段進行監管便十分必要。政府可考慮透過手機定位等技術嚟判定照顧者係咪如實在申報時間內停留於長者所在單位，以及可通過收集大數據開發數據模型，借助 AI 初步判定機構申報服務嘅時長、頻次、間隔時間、所選服務類別係咪符合一般情況。一旦發現唔尋常嘅申報，便可以啟動調查核實情況，從而節省人工核查嘅壓力，同埋提升發現異常個案嘅效率。此外，政府仲可以考慮喺最終嘅電子簽名步驟中引入視像認證環節，防止有人提供虛假上門記錄。社署仲應該透過社工指導長者同家屬點樣定期喺網上平台核查社區券嘅使用情況，同時向佢清楚說明，若果同私營機構合謀故意虛報時數所需要承擔嘅法律責任，避免有家庭誤信機構誘導而墮入法網。聯合國曾經發布一份研究報告，指出到2050年，香港將會成為全球人口老化程度最高嘅城市。政府近年推行居家安老，以應對老齡化問題，而社區券則係其中一項核心政策。隨住本地老齡化人口急劇增加，相信未來社區券受惠人數將會逐年提高。屆時政府所負擔嘅公帑開支亦都將相當龐大，因此政府應該盡早建立起完善精密嘅市場監管系統，從源頭處杜絕濫用社區券嘅行為，俾每一次安老服務都盡其用。